咧，我哋要認識一下呢一種非常之普遍嘅蔬菜，佢咧就係薯仔啦。喺2016年咧，日本嗰度咧有一場節目噃，就係整咗一次國民零食大選舉，就要啲人咧投票選出心目中好中意最中意嗰樣零食。咁結果就發現前10名裏邊有一半咧係同薯仔有關嘅喎。咁而喺飲食文化豐富繁榮嘅中國咧，中意薯仔嘅人咧，亦都係非常非常多嘅。咁樣人見人愛嘅薯仔，到底係點樣煉成嘅咧？今日就嚟傾一傾啦。薯仔咧係起源於南美洲嘅喎，就同番茄啊、茄子啊一樣，係屬於茄科茄屬植物。不過咧就有啲唔同嘅，就係咧人哋番茄啊嗰一類咧就係果實嚟嘅，咁而薯仔咧就係埋喺地下嘅嗰嚿咁嘅塊莖嚟嘅喎，佢唔係果實嚟嘅喎。好啦，又要講翻舊陣時啦嚇，喺大約7000到8000年前，生活喺安第斯山脈嘅印第安人咧，就首先發現咗呢個秘密噃。佢哋咧就發現咗呢啲喺泥土下面挖出嚟一嚿嚿咁嘅嘢，唔單止係可以食，食咗咧仲會飽肚添喎，充飢喎可以。於是咧喺佢哋嘅不懈努力之下，印第安人就成為咗人類中最早嘅薯仔種植專家啦。佢唔單止咧靠薯仔養生咗好多嘅人，仲建立咗印加帝國呢啲咁富饒嘅國家。於是乎咧，人類佢哋啦，因為非常之感恩呢種咁神奇嘅植物，就幫佢起咗一個好偉大嘅名，就稱佢為豐收之神。嗱，咁原本咧係作為南美嘅一種本土植物，佢又點樣走向全世界嘅咧？咁就要由大西洋嘅另一邊講起啦。喺15世紀末、16世紀初，歐洲咧就開啟咗大航海時代。咁嚟到南美洲殖民嘅西班牙人咧，除咗喺嗰度淘金，佢哋仲順便將啲薯仔帶咗返去歐洲嘅鄉下喎。咁喺呢個之前咧嚇，嗰啲歐洲人就從來都未見過呢一種咁奇怪嘅植物嘅。雖然咧就有少部分人係曾經食過啦，但係咧大部分嗰啲歐洲人咧就好嫌棄薯仔嘅喎。點解咧？因為咧喺歐洲人睇嚟咧，印第安人咧就係落後嘅代表，所以咧佢哋又覺得呢啲印第安人食嘅啲薯仔肯定都唔好得去邊嘅啦，麻麻地嘅啦，唔放靚嘢啦，咁認為嘅。咁其次咧，佢哋就覺得薯仔喺地下挖出嚟嘅，咁同其他嗰啲生長喺出邊啊、曬太陽啊嗰啲咁嘅植物比起身啊，呢啲咁嘅嘢係咪真係可以放心食落口㗎？有冇毒㗎？薯仔啊喺歐洲就備受冷落咯喎。不過佢又唔係話永不翻身喎，轉機就出現咗啦，就係愛爾蘭人。
喺愛爾蘭咧，佢嗰度就種唔到啲咩出嚟啊，因為佢哋個地勢啦，就比較係凍啦，同埋又落雨啊，落好多雨喎。咁又要種到不過咧，薯仔就好適宜喺嗰度種喎。於是乎咧，啲成日捱餓嘅愛爾蘭人咧，就開始好瘋狂咁樣種薯仔啦。一直努力，好勤力咁樣種咗2個幾世紀之後，啲歐洲人就發現咗，啲愛爾蘭人佢哋嘅人口居然增長咗喎，近4倍咁多添。咁而佢哋90%嘅人都係淨係靠薯仔為生嘅。哇！原來薯仔咁有用㗎喎。咁咧，想解決糧食問題嘅國家咧，就開始改變對薯仔嘅態度啦。好似普魯士嘅薯仔國王啦，同埋英國嘅經濟學家啦，佢哋呢啲比較有名嘅人咧，就呼籲大家放低對薯仔嘅偏見，好好地咁樣試下呢一種植物。終於咧，喺各國嘅努力之下，薯仔登上咗歐洲人嘅飯台啦，啲人開始食佢嘞噃。順便講下啦呢個咁嘅腓特烈大帝就為咗令啲農民咧相信薯仔其實係寶嚟㗎，唔好走雞啊！佢親自種咗好多薯仔嚟做有利先嘅。係啦，喺度引啲人。啲農民咧就趁夜就撻薯仔返去食。咁先至令到大家相信咗，原來薯仔真係好好食㗎。反正到咗今時今日，薯仔就已經係歐洲好多國家嘅主食嚟㗎啦。而經由後人嘅傳播咧，薯仔又走勻咗世界各地啦。係啦，度度都可以見到佢㗎啦，成為全人類共同嘅財富。按照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嘅講法咧，薯仔已經係世界第4大嘅糧食農作物嚟㗎咯。佢含有非常之豐富嘅澱粉，仲有維生素同埋各種礦物質。如果你仲仔細研究下咧，你發現薯仔嘅作用咧，除咗呢啲之外咧，仲可以整到好多種唔同嘅美食，甚至釀酒都得㗎喎。攞嚟整紙都可以㗎。仲有就係印顏料啦，甚至係用於高鐵航空嘅艙體材料。哇，咁勁嘅！薯仔帶俾我哋嘅驚喜真係多㗎啦！呢種咁低調又神奇嘅植物，點會有人唔鍾意呢？薯仔咧，佢啱啱去到歐洲嘅時候咧，係冇一個統一嘅名㗎喎。意大利人咧就叫佢做地豆，啲法國人咧叫佢做地蘋果，德國人咧叫佢做地梨，諸如此類啦，好多唔同嘅名㗎。咁而啱啱傳入去中國嘅時候咧，佢都有好多個名㗎噃。譬如廣東、廣西嗰啲地方咧，叫佢做荷蘭薯啦；湖北嗰啲地方咧，叫佢做洋芋。山西叫佢做山藥蛋等等。作為殖民者，西班牙人咧佢哋好早就知道啲薯仔係可以食嘅。
不過因為佢哋覺得啲薯仔好低級啦，所以咧就淨係咧將佢咧俾啲奴隸食嘅啫。但係咧，淨係過咗幾十年，呢啲所謂嘅高貴嘅殖民者咧，就抵擋唔住薯仔嘅誘惑啦，個個咧都將佢放上自己嘅飯台整嚟食啦。嗱，薯仔咧，佢雖然係好，但係咧要注意喎，如果佢已經腐爛、發芽或者變咗綠色咧，就唔得食噶啦。因為呢一種變壞咗嘅薯仔咧，裏邊含有大量有毒嘅龍葵素，食咗之後咧，會令到人嘅喉嚨痕啦、頭暈啦、肚痛啦、嘔啦呢啲咁嘅中毒嘅症狀㗎。嚴重嘅時候啊，甚至會一命嗚呼添噃。嗱，愛爾蘭咧，佢就係靠住薯仔啊成功嘅，但係咧佢哋亦都因為太依賴薯仔啦，就釀成咗悲劇噃。喺1845年到1852年咧，愛爾蘭嘅薯仔啊，因為瘟疫病而大規模絕收，冇得收成。再加上佢哋缺少其他嘅農作物，就導致咧有幾百萬人咧就死於飢餓同霍亂。喺歷史上咧，呢個咧就係愛爾蘭大饑荒啦。喺19世紀40年代咧，俄國嘅政府咧曾經頒布法令咧，就強制啲農民咧攞啲土地出嚟種薯仔喎。出於對政府同薯仔嘅唔信任啊，大概咧有30萬人就發起咗反抗史稱薯仔暴動。呢個暴動咧就導致大量嘅人員傷亡，法令就被廢除。不過咧，到最終薯仔咧都係被俄國人接受咗。薯仔咧種到今日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品種㗎啦，佢哋啲口感咧都唔一樣㗎喎。有啲咧就比較好似啲糯米咁腍腍地糯下，有啲咧嗰啲皮咧係紫色嘅，但係嗰啲味咧就非常之鮮。有啲咧澱粉含量咧又好高，而且咧顆粒又好粗啦，就非常之適合攞嚟烘或者炸薯條，真係正啊！另外仲有咩咧？另外咧，仲有就係因為種種嘅原因，薯仔咧喺離開咗南美洲之後咧，就曾經被好多個國家忽視咗個噃。但係事實上咧，成個歐洲到全世界可以有今日咧，薯仔都係功不可沒㗎。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嘅數據顯示咧，除咗含有豐富嘅澱粉之外咧，薯仔咧仲有鉀、維生素 C、鐵同埋鈣等等呢啲營養成分嘅。而且同樣面積嘅土地咧，薯仔嘅產量係水稻同小麥嘅好幾倍。亦即係話咧，薯仔唔單止富含營養，仲可以養活更加多嘅人。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初，愛爾蘭人咧就幾乎淨係靠薯仔就實現咗人口嘅大增長。近年來咧，有經濟學家就進一步研究，就認為薯仔嘅到來咧，對於亞洲、非洲、歐洲3個大陸嘅人口增長同城市化就起到至關重要嘅作用。淨係攞1700年到1900年呢200年間為例子薯仔嘅大規模推廣咧，就令到呢3大洲嘅人口就增長咗25%到26%咁多，使到城市化率增加咗
27%到34%。除此之外呢，亦都有證據表明薯仔帶嚟嘅營養就提高咗當時嗰啲人嘅平均身高，改善咗居民嘅體質，為各地嘅經濟增長同埋生活嘅改善呢，就打下咗非常之堅實嘅糧食基礎。咁啦，小朋友，我哋要好好咁樣珍惜糧食啊，知唔知啊？今日呢，關於薯仔嘅知識就分享到呢度，下一次再講個其他嘅故事。